嘅中心，所以唔似其他機構嘅處理產品。我哋每日都真係拯救緊人命。如果營運有任何潛在影響，可能會有人命危險，所以對我哋嚟講，保安極之重要。我哋一定要確保你打911嘅時候，電話一定接通，而且我哋可以100%派到你需要嘅資源。我係 Corey Nelson， 係南奧勒岡緊急通訊嘅 IT 經理。我哋用 Manage Engine 去保障 Jackson 縣同南奧勒岡市民嘅安全。我哋係南奧勒岡嘅地區調度中心，我哋為本地超過30個機構做調度，包括 Crater Lake 國家公園。而家我哋負責接聽同處理全縣所有911電話，並根據情況派遣資源。我哋有2位技術人員負責支援成個環境。我哋要支援幾百個終端，包括消防同警車、流動數據、電腦等等。我哋仲要支援好多工作站，仲有所有安全網絡、遠端存取網絡安全。總之你睇到佢哋，我哋都係自己搞掂。所以對我哋嚟講，我哋團隊好細，我哋嘅能力請專人去負責好專門嘅基礎設施部分。例如我哋嘅網絡管理員亦都冇安全管理員，所以得我哋2個人就要一齊做晒所有嘢。用唔同嘅技術對我哋嚟講真係好有幫助，因為可以釋放翻佢本來用嚟做嘅沉悶工作，例如維護電腦同埋打補丁嘅時間。而家嘅時間就可以用嚟做其他工作，例如網絡安全項目。我哋而家有一個主站同一個備份站，兩邊都做緊全時間複製。呢個備份站其實係設計做熱備用站，所以如果我哋呢度有咩事故，可以即刻撤離，直接喺嗰個站運作。佢同主站係100% 同步，而且我哋有唔同技術，例如 Manage Engine 防火牆，仲有好多主機用嚟支援我哋嘅 VMware 基礎設施。我哋仲有唔同嘅安全產品去管理成個基礎設施。其實一開始會買 Manage Engine 係因為我哋其中一個部門需要加密硬碟。當我哋開始揾嘅時候，發現 Manage Engine 有個好正嘅工具，唔單止可以管理 BitLocker， 仲可以取代我哋之前買緊嘅其他工具。佢真係幫我哋睇咗好多時間同資源。呢個工具對我哋嚟講真係好好用。我哋之前仲有另一隻產品用喺遠端存取裝置，我哋又有另一隻產品用嚟做修補程式。當我哋買咗 Manage Engine 之後，全部功能都整合晒嘅一個應用程式入邊，幫我哋簡化晒成個流程。佢唔單止令我哋做嘢更有效率，仲幫我哋佢哋唔少錢。因為我哋公司規模細， Manage Engine 令我哋可以釋放多啲時間去做其他工作，例如網絡安全相關嘅項目。我哋成日要做報告啦，仲有自己寫程式。所以而家我哋可以開發新嘅應用程式，令我哋用戶做嘢更有效。因為而家大部分以前要人手做嘅嘢都可以自動化，睇翻嘅時間真係好多。佢都幫我哋啲咗唔少錢，因為我哋而家可以將所有嘢集中咗一個產品度。以前我哋可能要買5-6個唔同嘅產品，我哋用咗其中一個產品叫 Operations Manager， 主要用咗管理我哋所有網絡同埋端點嘅運作時間。我哋有唔同嘅重要基礎設施，如果有咩故障都會即刻有警報。我哋甚至連鍋爐同911緊急線都接駁埋落去，所以如果911熱線有咩故障，系統會自動通知技術人員去維修。Op Manager 可以令我哋好快咁睇到整個環境，知唔知道有冇端點壞咗或者唔運作。例如我哋有個消防局警報系統，佢成個山谷都有好多端點。如果佢嘅 Op Manager 萬一有個消防局停駛，我哋可能都唔會知，咁樣就有機會令到嗰個消防局收唔到警。Op Manager 會即刻提醒我哋，發短信俾我哋，通知我哋有冇咁重要端點壞咗。我哋成日都用嘅，而且可以記錄每個端點同埋佢哋嘅運作時間，咁我哋就可以出報告俾最終用戶。例如可以話你嗰部裝置已經運作咗咁耐，但我哋都會用咁管理其他產品。我哋會用嚟通知設施維修部門，當基礎設施有重要部分壞狀嘅時候。例如我哋有部發電機，呢部發電機設計喺停電嘅時候自動運作。發電機有個日用油缸，呢個油缸大約有100加嘅。有一日油缸入邊嘅浮扣卡住嘅，發電機就開始將燃油泵去排氣口外邊。最後保險公司要俾超過10萬蚊美金去清理咗燃油。之後我就將發電機連接到 Op Manager，
如果發電機有任何警報，例如燃油溢出、燃油不足，或者發電機運作得太耐，都會即時通知有人，等我哋可以即刻處理，可能可以睇返唔少錢。呢個重要產品我哋好鍾意，真係好正。下一個我哋用嘅產品就係 Endpoint Central， 主要用佢管理所有終端設備，而且我哋唔單止會做修補，會做影像，仲可以遙控操作。我哋會記錄所有硬件同軟件嘅存貨，仲會為所有終端用戶做擁有權報告。最近我哋仲加咗啲新功能啦，例如防勒索軟件同應用程式控制啦。下一個我哋用嘅產品就係 Log360， 我哋會將所有日誌集中喺呢個產品入邊，再對佢日誌做分析。每日都有成10幾萬條日誌湧入咗，我哋根本咁可能逐條手動攞晒。Log360 令我哋可以攞晒所有日誌，可以逐條過目分析，仲可以準確咁輸出有冇警報或者有咩需要即時處理嘅時候。用 Log360 之前，其實我哋都唔太清楚自己環境入邊發生緊咩事，因為事件日誌同系統日誌實在太多，根本咁可能手動逐條查。自從我哋實施嘅 Log360 之後，我哋開始收集數據，好快就發現有啲針對我哋防火牆嘅可疑事件。我哋見到有大量登入嘗試喺我哋 VPN 上邊呢，全部都唔成功，而我哋可以好快幾分鐘之內就察覺到，原來係有人做暴力破解攻擊，不停咁試登入同估密碼。有喺 Log360 之後，我哋可以即時識別到呢啲情況，然後根據嘅規則去處理，改一改安全設定，問題就即刻消失咗。所以 Log360 可以好快啲顯示我哋登入同失敗登入嘅趨勢。無論係 Active Directory 我哋嘅防火牆 Switch， 定係其他有接駁 Log360 嘅裝置，有咩事都可以一眼諗晒。佢可以俾到我哋一睇其他地方睇唔到嘅趨勢同分析。如果我哋見到失敗登入次數上升，通常都係因為有人密碼過期，我哋就可以即刻翻去幫佢搞掂，或者揾用戶傾下，睇下佢係咪真係登入有困難。當我哋主動聯絡佢哋，因為佢哋登入唔到，其實佢哋都幾驚訝，但係佢哋好開心，我哋可以喺睇未揾我哋之前就幫佢哋快手解決嘅問題。最後我哋用嘅產品係 Service Desk， 呢個產品可以俾最終用戶自己管理我哋嘅 Enter Help Desk 工單，而呢啲工單可以做唔同嘅嘢。如果大廈有啲細微問題，佢哋可以用工單通知我。我哋都會用嘅收集911電話記錄啦，或者報告俾地區檢察官，或者有啲用戶需要911電話資料都可以用。但其實咩都可以，包括電腦出嚟問題都得。呢4個呢，就係我哋主要用 Manage Engine 產品嘅用途。我中意 Manage Engine， 因為佢係我處理大部分支援產品時唯一要對接嘅供應商。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產品都係用佢嘅，可以一間公司呢就搞掂所有支援。我都好欣賞 Manage Engine 嘅價錢夠平。我知道呢個產品好好用，對我嚟講一定 work， 而且價錢都啱我哋公司負擔。我都好中意 Manage Engine 幫我攞咗好多時間，對我哋嚟講真係佢哋唔少時間，令到我哋可以做到以前做唔到咁多嘢。如果係 Manage Engine， 我哋就要請多啲人手，而家根本負擔。咁所以每次我哋揾 Manage Engine 支援咧，基本上都即刻有回應。我哋知道只要開個 ticket 就會好快有回覆。我哋最中意嘅應該係冇咗個 chat 產品，因為成日都有人即刻回應，可以即時同我哋合作。我哋遇過嘅少數事件都喺好短時間內解決晒，而 Manage Engine 咧一直都做得好好，確保有跟進。我哋嘅問題有被解決，所有嘢都處理好晒。我用 Manage Engine 嘅整體經驗都好正面，我真係好滿意呢個產品。我哋好中意嘅呢個產品，我哋會用好耐好耐。我都試過叫其他機構一齊睇下呢個產品，有機會我都會幫佢宣傳。我行內大部分朋友咧，其實都應該要了解下 Manage Engine 嘅價值同埋我哋點樣用嘅。